前少女組合 Cream 嘅成員李允同金融才俊老公羅章官嘅10年婚姻，終於都係行到咗盡頭。日前媒體爆出咗兩人分辨，李允更加被影到獨自返到觀塘嘅外家嘅公屋單位，而且向至親訴苦。事實上，呢段婚姻早就已經暗潮湧動，兩個人嘅社交平台多年鮮少互動，連全家福亦都寥寥可數。如今正式官宣離婚，震撼外界。今日李允終於打破咗沉默，回應傳媒嘅時候直接承認係離婚，不過唔想講詳情啦，有法律嘅事好麻煩，不過唔使擔心我，其他嘅就唔會應啦。語氣雖然雲淡風輕，但字裏行間透露出一絲嘅無奈。佢坦言人生有高潮低潮，時間係最好嘅解藥，並且表示自己會向前睇，學會珍惜所有事。至於係咪涉及第三者，佢卻選擇咗回避，梗係感激媽媽同埋朋友一直幫手保守秘密。被問到係咪仍然同前夫維持友好關係，佢輕嘆一句：爸爸媽媽嘅角色係永遠嘅。回顧呢段婚姻，2015年李允同羅章官喺英國倫敦低調註冊結婚，婚後定居咗廣州豪宅，育有8歲嘅女羅智希同埋6歲嘅仔羅明新，表面睇起身幸福美滿。然而2023年李允宣布全面復出之後，社交平台嘅夫妻互動驟減，連全家福亦都變成咗拼圖分享，耐人尋味。最後一次晒出一家3口嘅合照，已經係2024年個女8歲生日，令人不禁猜測呢段感情早就已經名存實亡。其實早喺2023年，李允嘅生日相裏邊已經唔見咗羅章官嘅蹤影。更加令人疑惑嘅係，佢近2年頻頻外遊，相裏邊唔係媽媽細佬就係小朋友，唯獨冇老公嘅身影，甚至連留言都特別強調操鏡嘅係自己嘅細佬，似乎有意無意間撇清同老公嘅關係。以往嘅母親節，李允都會晒出一家人慶祝嘅溫馨畫面，羅章官亦都曾經同框，但自從2022年之後，李允就再都冇分享過任何同老公有關嘅母親節相。種種跡象表明，婚姻早就已經出現裂痕。舊年宣布復出嘅李允，如今全面自力更生，工作重心放咗香港同埋廣州兩地。但由於香港嘅酒店費用昂貴，佢返香港嘅時候選擇暫住媽媽嘅公屋，生活不復往日嘅奢華。對於離婚，佢以短信回應傳媒：係啊，已經離咗婚，簽字2年以上。我而家喺美國，家事想低調處理，新聞快啲變舊聞。多謝關心，努力工作，希望有更加多嘅工作機會。對於仔女撫養權問題，佢咁表示，盡量對小朋友嘅影響減到最少，希望快啲講完，唔講啦。雖然李允三緘其口，但有網友翻查羅章官嘅社交平台，發現唔少嘅蛛絲馬跡。2022年10月，佢曾經晒出打高爾夫球嘅相裏邊，其中一張係身穿短裙嘅女子揮桿嘅畫面，但冇透露對方嘅身份。咁巧嘅係，同埋嗰個月，李允正身在香港探親，並且分享咗唔少親友合照，時間線微妙重疊。唔少網友紛紛猜測，羅章官當時嘅高爾夫球女伴似乎並唔係李允，婚姻嘅裂痕可能比外界想象嘅更早出現。感情出事之後，佢就火速復出啦，而且令人意外嘅係，佢嘅復出之路似乎並冇咁艱難，呢個就源自於佢強大嘅人脈。娛樂圈裏邊向來都唔缺少塑料姊妹花，但李允卻意外咁擁有一段難得嘅純粹友情。佢同鄧紫棋、何超蓮嘅閨蜜情深厚至今，令到人非常之詫異。3個人睇起身毫無交集，卻已經相識咗10幾年，友情唔因為名氣同埋地位嘅差距而生變。相比如今炙手可熱嘅鄧紫棋同埋出身豪門嘅何超蓮，李允嘅星途顯然暗淡好多，甚至可以用過氣嚟形容。其實李允早喺中學時期就簽約咗娛樂公司，同陳曉彤同埋盧家寶組成咗少女組合 Cream。可惜3年之後，組合因為經營不濟解散發展。亦就係呢個時候，年僅14歲嘅李允俾雜誌社流出嘅濕身照引起咗社會關注，佢亦都因此喺生活上邊、心情上邊都備受影響，忍耐住全家人嘅責罵同埋社會上他人嘅另類眼光，佢開始唔敢出門同人接觸。經過社工多次開導咗1個幾月之後，佢先至平復情緒。不過佢嘅性格就變得內斂咗好多，似乎喺度自我保護。2007年，佢以單飛嘅姿態推出個人單曲《無心對峙》，
卻因為學業暫別娛樂圈，成績平平嘅佢未能夠考取預科，後嚟俾經理人安排就讀菲律賓比納勤國立大學修讀工商管理，但2年之後又因為唔適應而退學，最終仲係回歸娛樂圈。2009年，佢推出首張個人 EP I'm Ready， 同時參演咗青春電影《愛出貓》，並且同出道冇幾耐嘅鄧紫棋成為咗閨蜜。後嚟鄧紫棋嘅事業一路扶搖直上，而佢嘅唱歌事業就原地踏步。為咗走紅，佢不惜成為靚模行捷徑。2011年，佢推出咗第一本個人寫真集，當時佢穿着大膽性感喺香港書展做宣傳，相當之引人注目。由於形象甜美性感，2011年佢開始被安排隨住著名嘅魔術師到全國各地巡迴演出，擔任魔術表演節目嘉賓。同時，佢亦都因為魔術而邂逅咗魔術師劉謙。喺李韻20歲生日嗰一日，被爆出同大自己15歲嘅台灣魔術師劉謙拍拖。兩個人因為 TVB 節目《魔法擂台》認識之後，火速撻着。其後李韻親身前往台灣，喺男朋友嘅陪伴之下過生日。兩個人約會嘅時候，更加俾媒體撞到正，戀情正式曝光。不過佢亦都被一啲媒體翻舊賬，暗示佢因為拜金而貪新厭舊。戀情遭到非議之後，李韻即刻同周子揚撇清關係，指兩個人從來都冇拍過拖。後嚟周子揚先至被爆出身份，原來係西貢嘅地王之子，妥妥個富二代。如果李韻真係拜金，咁絕對係執咗芝麻掉咗西瓜啦。當時佢俾劉謙迷到神魂顛倒，經常變身女友仔，跟住男朋友周圍飛，每次講起男朋友都好甜蜜。可惜兩個人因為長期分居兩地，最終感情只係維持咗11個月。冇過幾耐，劉謙就被發現同內地嘅富家千金黃希怡一齊返到北京嘅寓所同居，而新歡亦都喺微博大晒同劉謙嘅曖昧照，令人揣測劉謙出軌在先。而李韻聽聞舊愛有咗新戀情，揚言日後會帶眼識人。或者對於李韻嚟講，喺娛樂圈打拼，仲不如早早揾個好人家嫁咗。所以當時年僅21歲嘅佢喺同劉謙分手冇幾耐，又被發現同渣打銀行廣州分行任職中小企理財業務主管個羅章官拍拖。兩個人當時大方承認戀情，李韻更加毫不避諱咁表示，已經將羅章官視為結婚對象，甜蜜之情溢於言表。拍拖3年之後，佢如願嫁入咗羅家，同羅章官喺廣州註冊成為咗合法夫妻。隨後喺南方嘅鄉下海南島補擺喜酒，儀式雖然低調，卻不失體面。正式晉升為金融才俊背後嘅賢妻良母。同年，佢就宣布懷孕5個半月，冇幾耐就生低咗長女羅子希。3年之後，又迎嚟咗細仔羅明新，組成咗4口之家。婚後幾年，李韻放棄事業，安心做全職媽媽，喺廣州5000尺嘅豪宅裏邊過上咗養尊處優嘅生活。佢經常喺社交平台上邊分享日常，曬出精緻嘅下午茶、親子互動同埋溫馨嘅家庭照，盡顯貴婦生活嘅愜意。雖然羅章官為人低調，但偶爾亦都會現身全家福，令到唔少網友羨慕呢段婚姻美滿。然而，從2022年開始，李韻嘅社交平台逐漸降溫，夫妻嘅合照同埋全家福鮮有再現，甜蜜曬照嘅畫風一去不復返，取而代之嘅係獨自帶小朋友同親友相聚嘅畫面。2023年，佢更加突然間宣布全面復出，連生日都冇見到羅章官嘅身影，甚至喺近2年嘅多次旅行裏邊，只有媽媽、細佬同埋仔女陪伴，徹底告別曾經嘅豪門太太形象。直到婚變曝光，外界先至恍然大悟，原來兩個人早就已經分道揚鑣。而李韻對於離婚原因始終三緘其口。相比之下，恢復單身嘅羅章官情緒則頗為之激動，尤其喺2022年年底，佢突然間社交平台裏邊發佈咗一張豎中指嘅相，配文直指過去1年如同噩夢咁，被欺騙、被背叛、被傷害，甚至直言現實比小說仲要狗血。字裏行間都係憤怒同埋無奈，似乎意有所指。此外，佢更加頻頻分享關於背叛嘅短片同埋金句，比如話善良嘅人總喺度反省自己，而自私嘅人永遠覺得錯嘅係人哋。言語之間充滿對前任嘅不滿。佢甚至喺一次動態裏邊寫到：人同人啱啱相識嘅時候係最好，熱情又虛偽，新鮮又浪漫。更加補充到，直播裏邊嘅大佬們
特別係榜一、榜二、榜三嗰啲。咁巧嘅係，李允近年嚟一直以直播嘅身份活躍於17 Live 平台，憑借甜美外表同埋出色嘅歌藝，吸引咗唔少嘅 fans 捧場，甚至有唔少嘅粉絲為咗佢豪擲千金氪金。呢一番話令到唔少個網友紛紛猜測，羅章官疑似暗諷李允喺直播平台靠大佬營生，兩個人嘅婚姻破裂嘅導火索或者同呢件事有關。與此同時，羅章官早就已經清空咗同李允嘅所有合照，社交平台上邊只剩低佢同一對仔女嘅互動，畫風完全變成咗單親奶爸嘅模式。佢就曾經疑似內涵李允，暗指佢連個仔嘅幼兒園畢業典禮都缺席，怨氣十足。可見兩個人離婚並唔友好，甚至可能仍然喺度撕扯緊。按照目前傳出嘅信息嚟睇，兩個人可能仍然喺進行法律訴訟，涉及財產分配同埋仔女撫養權問題。對於呢啲紛爭，李允始終保持低調。不過低調還低調，呢場睇起身光鮮亮麗嘅豪門婚姻，最終仲係落得一地雞毛。